劬勞的祭司第21章，信心與醫治。就喺迪克叔叔得醫治嘅同一段時間，有一位叫做喬伊艾文斯嘅年輕人，突然患上急症，背部大出血。佢早期喺木屋聚會嗰陣已經蒙恩，亦喺宣道團嘅工作上幫咗好多。醫生叫佢去療養院，但佢唔知應唔應該聽，於是走嚟問豪威爾嘅意見。豪威爾好驚自己嘅意思會取代上帝嘅判斷，所以佢喺神面前等候咗好幾日，然後先同喬伊講，照醫生嘅吩咐去做。表面上睇好似佢哋冇信心，但上帝教佢，當人為救治無效時，佢就會施行拯救。所以豪威爾同喬伊講，你去療養院好安全，可能主想藉住呢件事證明醫藥嘅能力唔可以同佢相比。喬伊喺療養院住咗5個月，出院時唔單止仲發燒，仲嚴重咳嗽。醫生冇俾佢任何希望，只係叫佢買頂帳篷搬去布萊克山上住。豪威爾再一次同佢講，照醫生吩咐去做，如果咁樣都無效，咁上帝就有一個機會醫治你。喬伊成日喺豪威爾上山探佢嘅時候開玩笑咁講，我講到咁成功，而你又得咗代禱職份，點知我竟然淪落到住喺帳篷度，好似喺山頂插咗面旗，話俾大眾聽我哋對醫治冇信心咁。但豪威爾話，如果唔係聖靈教佢，只能按住聖靈要佢做嘅禱告去祈禱，佢早就為朋友病情祈禱咗。呢件事證明咗一個原則，雖然佢已得着代禱嘅職份，但佢只能喺聖靈引導之下運用呢個權柄。上帝係公平嘅。320磅，上帝嘅手為喬伊伸出嚟。喬伊喺山上住咗2個多月都冇好轉，醫生話佢可能捱唔過嗰個冬天，除非搬去熱帶地方，例如麥德拉、大西洋入面一個島。另一位天鵝海地區嘅專家亦證實醫生嘅建議係啱，但當呢句說話傳到喬伊爸爸耳邊，佢即刻反對，因為屋企窮，覺得醫生呢個方法只適合有錢人，窮人仔冇呢個權利。就喺嗰日，豪威爾收到一筆320磅奉獻，佢心入面話，我要320磅做咩？我每日只要2餐就夠過活。但呢筆錢嘅目的好明顯，好似上帝自己伸出嘅援手，係為喬伊。於是豪威爾問喬伊爸爸，如果你好有錢，你會唔會送你個仔去熱帶地方？爸爸答，我諗我會。豪威爾話，咁而家我有錢可以俾佢去。喬伊爸爸一聽，忍唔住喊。佢本來對上帝恩典一無所知，但豪威爾形容佢睇見上帝嘅愛，叫佢同有錢人一樣平等。豪威爾話，如果呢筆錢能令一個人悔改，真係太值得，要陪佢去麥德拉，不能叫人替你做你能做的事。接落嚟嘅問題係，喬伊點去麥德拉？而佢身體狀況唔適合自己一個人去。豪威爾起初冇諗過自己帶佢去，因為主已經向佢指出將來計劃。但一日一夜之間，佢輾轉難眠。後來主同佢講，邊個去看護喬伊？如果你自己唔陪佢去，你都唔好叫其他人陪佢去。你唔可以要求別人做你自己能做嘅事，呢樣係一個好大嘅事業。豪威爾知道後果會點。由第一個病例開始，佢接觸過好多肺病患者，令佢對疾病產生恐懼。加上嗰1年，全國都推緊防治肺病運動，到處提醒接觸病患嘅危險。喺俾其他人知之前，豪威爾先同宗師小姐講，解釋件事幾嚴重。3個月後，可能佢自己會染肺病。宗師小姐聽完都唔知講咩，只係返去禱告。禱告2日之後，宗師小姐同豪威爾講，問題解決咗。原來主問佢，如果嗰個病人係豪威爾，而有人提議陪佢去，你會阻止嗰個人嗎？聖經唔係講你願意人點待你，你就點待人咩？想通呢點，宗師小姐心入面就釋然。去到麥德拉，揀平常生活，錢只用喺必要。於是1910年夏天，
喬伊同豪威爾出發去麥德拉，到咗之後，有人介紹嘅當地宣教士嚟接佢哋。宣教士留意到喬伊嘅胃病已入末期，就問：你哋有冇帶多個醫護人員？又問佢哋想住邊間旅社。英國人開嘅係7仙嶺6角1日，葡萄牙人開嘅係4仙嶺2角1日。主早已囑咐豪威爾要過平常人生活，錢只可以用喺必要用途，所以佢揀咗葡萄牙人旅社。對豪威爾嚟講，之前隔日一餐咁耐，呢度待遇真係一流，但好快就得。葡萄牙食物唔啱喬伊胃口，到第3日佢就好唔舒服。豪威爾叫喬伊休息，自己退到野地同主相交。喺嗰度主指示佢，主准佢每日可用8仙嶺4角，供2個人喺旅社食宿。於是佢將喬伊安置喺英國人旅社，每日7仙嶺6角，而佢自己就靠剩翻嘅10角錢度日。宣教士聽到就話：喺麥德拉住一晚只用1仙嶺係唔可能嘅，更何況仲有其他花費。但宣教士提議豪威爾可以用海員休息室、宣教士會所地下室。其實佢本來可以俾一間房豪威爾住，咁會合理啲。但上帝要佢咁建議，因為上帝喺呢件事上有特別目的。海員休息室係大樓，可容納12人以上，但好幾個月冇人住，得啲熱帶小動物喺入面。豪威爾話：我開始略略明白法老喺埃及遇到嘅第3、第4種災害。第一晚佢瞓唔着，成晚同小蟲奮戰。第二朝早餐戰況更激烈，嗰碗貴格燕麥片有好多小東西同佢一齊分享。佢煮早餐，佢哋就忙住享用。豪威爾話：我心入面好似彼得咁，有權抗議唔食爬蟲類。跟住佢心入面開始對嗰位宣教士不滿，嗰種不滿變得異常擴大，令佢冇辦法去愛對方。佢覺得好攰，好似再冇乜值得活。嗰刻嘅佢好似只係普通人，唔似聖靈充滿嘅人。佢好想喊，但主同佢講：你喊之前，我有話同你講。主提醒佢：你唔係真講過基貝爾喺蒙古每日只得2角錢過活，你唔係講過以西結點樣生活。豪威爾求主赦免，但主話：問題症結喺你自己。主帶你嚟麥德拉，係要你睇清楚我嘅愛同你嘅愛有咩唔同，亦要你知道你本性仍有啲缺點要除去。你對主比個宣教士對你更差，但救主仍然愛你。救主在世時能愛仇敵，而你從來未讓我將你提升到呢個境界。救主亦能愛嗰啲只彼此好，甚至更差嘅人，當佢哋已經比最好咁去愛。豪威爾讚美上帝，因為主指明我應該愛嗰位宣教士，唔係因為佢俾我乜，而係我理所當然應該愛佢。救主嘅本性就係愛，若我本性都係愛，無論宣教士做乜都唔能影響我。呢個道理如靈光一現。豪威爾跪低求聖靈，唔好俾我離開，直到我對付清楚呢個缺點。佢話：如果我本性仍然同以前一樣，我點可以繼續傳講登山寶訓？嗰一刻佢感到前所未有咁愛主，知道主能愛迫害佢致死嘅人，嗰愛係無限量。嗰日佢上山敬拜主，眼中冇咗朋友，只係單單同完全聖潔嘅救主同在。佢終於明白，聖靈要佢得着嘅屬靈地位，就係讓聖靈將完全嘅愛、完全嘅饒恕、對人完全嘅憐憫放喺佢心入面。佢話：你可能以為1個鐘就得着，因為講出口饒恕好易，但即使第一次饒恕，第二次同樣情況發生，你就好難再饒恕，除非你學到主樣式，能像佢咁饒恕。有幾次佢以為自己真係可以真誠愛嗰宣教士，但一見到佢，過去唔快又即刻翻晒嚟。不過6個星期後，佢真係改變咗，好似醉酒嘅人被救主改變咁。上帝將佢帶入一個全新生命，使佢有完全嘅愛。第2日又有證明，另一位當地福音工作者問佢住邊度，佢答：宣教會所。對方再問係唔係海員休息室，佢話係。對方大叫：
將你安置喺嗰種地方，仲算基督徒弟兄咩？但豪威爾回答一句：你要為用電燈同洗衣付費嗎？對方話要，而且好貴。豪威爾話我就可以免費。嗰宣教士咁待我，你就叫基督徒之間互愛。佢話完覺得無比釋放得勝。佢又話從此以後我再冇住過比海員休息室更有主同在嘅地方。喺嗰度1小時同主相交嘅甜蜜，勝過喺豪華旅社休息同食美食。佢終於明白上帝嘅用意，上帝真係喺嗰度。上帝說話了。1個月後今日，喬伊會康復。喬伊喺英國式旅社住咗2個月，病情完全冇起色。某一日病大發作，令佢以為自己瀕臨死亡。佢想返家鄉，嗰刻氣氛好沉重。豪威爾覺得自己必須堅強。佢問喬伊：主既然帶你嚟呢度，佢會唔會未表明旨意就讓你死？呢場病唔係為死亡，乃係為彰顯上帝榮耀。豪威爾離開旅社搭火車落山時，喬伊大哭。豪威爾擔心佢嗰晚會再出血。喬伊眼淚令豪威爾心都軟。但豪威爾話：當我踏上火車，我聽到一個聲音，好似小朋友聽到父親聲音咁。個聲音講：1個月後嘅今日，喬伊會康復。上帝榮光降臨喺火車上，車上人都感覺到。豪威爾返到海員休息室，即刻寫3封信，俾自己屋企，俾喬伊爸爸，俾宗師小姐，話俾佢哋聽。1個月後，佢會同喬伊一齊返屋企。佢明白，當人嘅方法同醫藥都失敗之後，會有更高定律發揮作用。第二朝，豪威爾返去旅社，將好消息話俾喬伊聽。喬伊起先好灰咁講，除咗墳墓以外，乜都冇。但佢之前保證過唔再怨，所以對上帝旨意都唔敢抵抗。豪威爾提醒佢，療養院女神嘅恩慈，戶外治療，麥德拉期間主嘅同在，然後平靜同佢講，上帝把好酒留到如今。1個月後，佢要醫好你。喬伊聽完，眼淚好似泉水湧出嚟，流咗2-3日。佢唔敢信自己可以返去見朋友。佢話：我信你叔叔得醫治，但我冇信心自己都可以蒙恩。不過過咗1-2日，佢真係信得落。豪威爾又同宣教士夫妻講，主話1個月後醫治佢。宣教士妻子覺得不可思議，叫嚷話：你點可以咁講？佢兩邊肺都幾乎冇晒，從未聽過咁重病都會好。豪威爾答：以前冇例子係因為人冇信心，但主已經話會醫好喬伊。1個月後我哋返屋企。第2日宣教士見豪威爾，問：你哋來係避寒，依家你卻要冬天帶肺病患者返去，係咪返去揾專家？豪威爾話：會，佢仲有200磅，會盡力揾最好藥，完全照醫生吩咐。佢解釋自己唔排斥醫藥，上帝喺自然或人為力量未用盡之前，唔會施展屬靈能力。佢又問：如果連專家都放棄，但佢竟然好返，你會唔會信係上帝醫治？宣教士含淚答：我會。宣教士就將呢件事傳遍麥德拉各旅社。佢亦驚訝豪威已有200磅，卻住喺海員休息室。專家檢查完喬伊，話情況危急，可能再大出血，並吩咐豪威爾要睇實喬伊，唔好俾佢離開視線，最好返屋企。豪威爾話：我哋都體會到人嘅方法真係到盡頭。返到布里南曼後，喬伊媽媽攞豪威爾封1個月後得醫治嘅信俾曾建已入療養院嘅醫生睇。醫生大笑：唔可能。但佢又講一句：如果真係成真，我即刻悔改信主。豪威爾照專家要求留喺喬伊身邊，所以佢搬入旅社。佢話嗰1個月好似度假，因為根本唔需要添。主既然講會醫治，我哋就全然相信，心頭冇重擔，好似雀仔咁快樂。好多附近人都嚟探，帶住高度興趣等結果。預定得醫治前1星期，佢哋已訂好船票，準備返去。豪威爾提醒喬伊，迪克叔叔痊愈同主啟示時間完全相符。
所以建議喬伊去問主，醫治時間究竟係星期六朝早幾點，等佢自己都有份。喬伊祈禱完笑住講，得到2個答案，清晨3點同6點，但佢知道3點係魔鬼錯誤提示，因為太早，所以信6點。佢哋同意痊癒當天即刻拍電報俾喬伊爸爸。真正的信心，先發電報，後見成就。豪威爾話，前一日好興奮，佢同喬伊講，第二朝6點，你嚟我房報消息，握手道晚安時，喬伊話，想到係最後一晚帶住肺病上床，好緊張。豪威爾自己因喜悅興奮，幾乎成晚唔瞓。5點到6點之間好莊嚴，大家熱切等候。但6點到咗，喬伊完全冇動靜。豪威爾叫佢過嚟，喬伊用毛毯包住個頭，坐喺床尾，垂頭喪氣話：我冇改變，感覺同尋日一樣。聖靈即刻對豪威爾講：你發電報未？豪威爾叫喬伊返房為佢禱告。喬伊唔明，因為要帶到嘅人係自己。跟住豪威爾去主面前問：點解遲延？主話：如果我同你講佢已經復原，你仲會去發嗰通電報嗎？如果你相信我醫治能力，而唔理你眼前所見同朋友所講，你會得着比醫治迪克叔叔更高嘅地位。豪威爾知道，如果今次失敗，人哋就會話迪克叔叔痊癒只係巧合。只有真正信心，先會令佢先去發電報。主又叫佢想起百夫長僕人嘅例子，可唔可以只信上帝嘅話，而唔信自己眼睛？佢掙扎咗差唔多1個鐘，最後出發去電報局。嗰陣喬伊仲未痊癒。8點前佢發咗電報，電報上只得1個字：和，即平安。康健。發完後，佢發現雙手汗濕晒。第2日星期日中午，大家喺旅社前等午餐。忽然主嘅靈好似一陣洪流臨到喬伊，瞬間佢就痊癒。佢即刻同豪威爾講，佢哋歡喜到手舞足蹈。喬伊仲要同豪威爾賽跑，結果追上豪威爾，好似以利亞喺亞哈面前奔跑咁。佢哋甚至一時忘記嗰日係安息日，唔可以賽跑。嗰種喜樂唔單止係為醫治，更係為信心得勝。嗰日下午佢哋去宣教士聚會，係喬伊12個月以嚟第一次參加聚會。宣教士即刻向大眾宣布。2日後佢哋離開麥德拉返家鄉，好多人嚟送行，場面感人。佢哋星期六到埗，第2日醫生上門檢查，檢查完醫生話：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我喺佢身上揾到1點病症。嗰星期日，嗰位醫生就去教堂聚會，係佢搬到呢區多年以嚟第一次上教堂。幾個月後，另一位肺病患者去睇佢，醫生竟然同病人講：對唔住，我對你無能為力，你去揾主耶穌吧。病人以為佢講笑，但醫生再講一次：我係認真，你去試下主吧。得勝背後，豪威爾自己咳血。經歷完呢個醫治案例後，得勝背後隱藏嘅大道之路，逐漸透過最艱難嘅考驗顯明出嚟。喬伊後來亦參加宣道團，但係佢哋由麥德拉返嚟冇幾耐，豪威爾發現自己開始咳血。佢確定喺陪伴喬伊嘅日子入面，自己都染上肺病，但佢話佢內心平安，毫不受影響，對自己做過嘅事一啲都唔後悔。過咗幾日，佢發現病唔嚴重，但佢證實咗一件事，佢對主嘅信服係真實而完全。主啊，多謝你藉住呢一章教我哋，信心唔係我想點樣就點樣，信心係聖靈點帶我就點跟。主啊，求你教我哋學識等候你，唔用自己嘅熱心代替你嘅引導，唔用自己嘅恐懼去縮細你嘅能力。當人嘅方法去到盡頭，求你叫我哋仍然企得穩，仍然信你嘅話，甚至喺未見到改變之前，都願意先踏出信服嘅一步。好似豪威爾先去發電報咁。主啊，求你將真正嘅愛、真正嘅饒恕、真正嘅憐憫放入我哋心裏，叫我哋唔係因為人點待我哋先去愛，而係因為你嘅本性係愛，所以你都要我哋成為愛。求你亦保守我哋，
就算信服有代價，就算會受傷，都唔後退，因為你係可信嘅主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